屏东万丹乡伦当村，这是全台一等有名的木匠钟头。讲紧清河的时期，民国76年嘅下，两三百户人家，家家都是做木匠相关嘅设头。伦当出生的等呢，真表也到有名的办造司机。里面因为以为所教做的家己，有搭中国做的东西够少，是知道伦当嘅农业日渐热没落嘅。今家伦当村民大帮三期演出，过10万的爱屯菜地生业屯观光结合，希望风华再现。再一摆屯伦当村等年的故乡也个好名声传出去。使人查访困等19种的盐灯头，用头和吊灯真标。头摆伦当村民就是用安样的方式来出去做生意。做古好用的盐灯头，咪系个用是艺术方面的家族之一。用个是用什么样的哟？我说一块毛唔系钱好嘅啊呢，我说啦安讲。係啊，個頭擺喺全部係攞去嘅呢，但錢好呢，所以幫個改好呢，安尼啊。以前嘅更加算老人家啦，伊哋後生嘅伊哋做一種嘅診病，伊等你也到去呢鋪嘅啦，做客也到買，伊哋好老人家咁要學一下法啊，冇一樣同人交流啊。安尼咱學東西可以買出，伊哋去到嘅都買診病哦，買等你哦。以前是骑腳踏車，愛兩個出去哦。騎腳踏車安怎愛兩個呢？愛輔助啦。伊個有當啊，攏以前的路較歹行，攏愛爬架、爬關落架哦。人講上山下海啦，愛輔助啊，因咧重啊，愛鬥殺。屏東萬丹鄉倫當村是個全台一有名嘅農業總頭。講緊清河嘅時節，貴總頭3個有2個嘅人，啲嘅做相關嘅條路。在那個70幾年那個時候哦，最興盛啊！伫迄段期間哦，算講伊嘅迄個拄啊，咱迄個台灣哦，經濟拄啊在起飛吼，迄個經濟介好啊，所以即個物件人在用的。起厝，你若侪人起厝，是毋是你的家居啥的，就较有在用，拄啊较有在流行，有在泡茶，所以就有在做迄茶刀啊，有在医疗，安尼所以伫迄段期间哦，本正是规间咧做，愈做愈大，有人有在做，有在出去卖安尼啊。唔对啦，你要用水啦，灌水就走会落啦。90歲嘅老師傅，一技術拿定輸出嘅，一技術拿定粗嘅，緊口緊脆，愛將順頭調整到進步好嘅態勢。這都愛拜師傅，要會出師，就愛1年4個月，迄個3年4個月，才學這功夫會到啦。伊叫你插安怎換，安怎插寸橋安怎。这醫療班外科，这個管愛配外管，哦，你着愛學這。這筍頭要安怎插會麻，你換插愛換會知。順豐嘅後生人，當作是咩看老師傅用嚟做結構點嚟。除咗搞技術，老師傅也提醒，做一項最重要嘅就係愛用心，動作愛夾。該食尾我你要講着剪頭啊，剪頭啊就烏力呢，你嘛是愛忍耐啊，你就無注意就會講着，你就有耐心，哦，自己要做幾了，你就手路比人較緊，你的寸條愛有了解，會曉通安怎做，你才有法度，我自己才做18了呢。真病工廠底度調加去美國當地嘅啲大型嘅蔬菜，將佢愛做一點傳統專門用嘅大型真病。
意思经验作准立体逻辑，伊咧证明肯定出好诶。在古老处处嘅味素浓平浓辣，唔是其他加工，切切冰的，老证明冰比早出卖也得咧。之前早期哦，台湾很多乌心石、龙眼树，还有芒果树，都是很好的木材啊。之前是做台湾的木材，可是现在台湾的树木越来越少，所以我们现在改做进口高级的木材。我们的木材完全没有化学成分，没有防腐剂，它比较不会起木屑。我们有经过评选的，我们不是拿一般红木材，我们有严选。做松的农村，目前但是爱种牛眼树、番酸树、毛秋腐莲树。20年过后，就可以现有嘅蔬菜。功夫过后，也冇干子，冇按样味，未带动农业嘅发展。以前阮也咧看哦，讲迄芋头啊是拢用拖拉机是拢载着塞咧大桥啊，是堆迄落拢总直接甲倒落去，无他安尼。以早说芋头啊超足大个啊，拄啊开始的时阵吼，迄芋头啊，我做囡仔已经看，阮隔壁也咧做芋头啊，安尼他伊的迄落他，俺拢无休困啊，拢用迄拖拉机车伊的，拢迄落他拢总。他遐紧着，伊落啊几工啊一台，几工啊一台啊。茶类若是好茶，像迄眼镜茶迄足定的，即摆现在正有印尼进口的茶，苦棂迄嘛有足定的，后较早有鸡油，也有姜，香茅，这拢较好的茶，较袂包。迄有时用咧规世人的。那你遮着少人咧做，敢若阮遮咧做较济，所以你着应付袂到啊，这社会到地咧偏黑。木制品的销路好，要上来隔壁乡镇的居民，却下来做农业的生意。以早迄个生理，算讲拄啊，迄个经济在大好的时阵，嘛是有迄内埔啊乡、甲德产乡，佮林鹿、中治遐的客家人，拢嘛是有来甲阮客伊伫行销安尼，伫卖安尼啊。唔过，听见台湾劳动成本增加，本土的厝价硬高，也唔让便宜的中国货。汉家较强，卡里片的塑胶加起，第四重复艺术反应。论当农业的胜利，对民国80年起时就进来进唔好诶。就是拢有迄塑胶代替，因为迄塑胶咧唢呐吼，咧收较好收，毋过咱这木材较贵，但是你若一条椅仔就对啦，咱会当用咧讲会当用咧几若代人，伊迄一条塑胶椅仔时间到伊就氧化，伊就歹呀。大陆的砧板它是用竹子合并的，而我们是整棵木材裁切的，我们是实木的，他们是竹子下去相拼再裁切的。呢度嘅工地生产成本，大家上菜去东南亚地区请蔬菜来源，唔过行去东南前转好讲紧。20吨当村木工师傅将村道结合湿沙，一度行前唔到时诶。每个木工师傅嘅轮当村中总户口，两个来月推人过后，就地木卡天数，伊木卡人上忙树古等，也给老主公留下来嘅产业。以早是生理有较好，但是迄个无迄个利润啊，无遐迄落啦。即马工资直直起，咱这是拢含木材拢直直起价啊，咱拢甲咱的牺牲咱的工资落甲抵木材安尼无你出去嘛是歹卖，所以拢靠家己的工，这拢全家庭属咧做的。对祖前乡嫁过来万丹乡20几年呢，然后嫁到这边来，就慢慢的听他们说这边都是做砧板卖砧板，还有长板凳圆凳，
然后我公公就是那时候他已经有在做那个圆凳、长板凳，然后我们嫁过来之后就开始慢慢学习他的技术啊，然后就传承下来，我们就开始学油漆啦、上漆啦，了解要怎么制作的过程，使得我们现在已经传承第3代。比较有一点技术性的啊，就先给师傅用啊，然后我们再比如说要组装部分啊，我可以的话我就帮忙用啊。对菜切，路平农人蔬菜，操控早顺都上节，北坡出名精彩。实实菜菜唔爱跑数出脚，酒店上台人传下来嘅经营态度，得到为一道路照顾。从客家文化研起度，客户研起60米以上，提供人客材料嘅作单，就是轮档出产的。因应人客无共用嘅需求，和提供客制化嘅服务。因为我哋嘅产品啊，不管饭头豆腐也係豆腐花。有我哋做咗300年嘅60、70年嘅歷史嘅，我哋小前面嘅嗰頭擺古做嘅米土啊，伊本身工廠嘅內度一定要固定應付一般經銷商嘅尺寸啊，一般人嘅啦。但是因為我一片我因為我哋個特殊，所以我要做我嘅設計，我要尺寸比，伊同我做推廣。阮的卡榫是以古早传统的榫、古早榫在做，所以伊较用。即卖像家具店用的，伊是叶仔榫，伊圆的圆的叶仔榫哦，较袂用。料啊摇的就日落晓啊，伊品质较歹。阮这拢套榫的，你要看，榫拢爱烫过。早期创业嘅路后，表演嘅下装从灯内贴起来嘅体型种子艺术，清楚表现出早期嘅意象，未看得出菜体嘅产业特色。轮到早期6年前，伫万泰桥下嘅空间，打造一个木业艺术体系，设计当天嘅木业发展史，和规划嘅一间木工坊，提供民众来自家做，享受做木上嘅趣味。有参的人体推广迄个村庄的产业、传统产业吼，都开始我哋呢传统产业都係等呢團展標，人類留起嘅、人類入嚟了起嘅吼，攏講哎呦安蟲哦，帶過去，就等於會嫌講鐵蟲啦，我哋攏想講無我等嚟做伊個縮小版。做的缩小版一方面本也得迄个志工妈妈有一点收入，也可以从我哋呢也从传统产业传出去。除咗佢哋種村莊建立不卡，無論落擺，而且嘢書攏擺起嚟，就留喺天下是讓翻來又可以做，唔會差。那这件艺术品的本身呢，不仅在于它的社区有经济活动，它的意义还在于。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一个概念转到环保上面？有很多的木片我们都白白的烧掉、扔掉，甚至浪费掉，那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呢，就可以让大家认识到里面的意义不仅在经济，而且还是在教育。阮是尽量在靠阮社区在推动这个传统产业看会当甲伊发扬光大的，袂讲搁再互。咱全国的人会当去知影讲，即个万丹遮有一个医疗的故乡安尼。一下嘅楚港硬貨粗型強調時尚好看，三無傳統嘅內容。路
师傅见证呢轮当梦一嘅好光景同没落，心肝跳度动感快。一下菜啲几面，脚下再高打搓出深入嘅特色，愛大家認識輪當夢入發展嘅歷史，地灣等一特別有一個伝統嘅故鄉。